阿弥陀佛。国师，国师，娘娘，我带你参观一下给你安排的住宿，看看你是否满意。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峰峰或者妙莲都行。娘娘的名讳，小僧岂敢乱称。国师不必在乎那些陈规陋俗，叫我名字还自然一些。请吧。请。娘娘，请。这里是藏经阁，我们特意收拾出来供娘娘休息。有许多大德高僧在这里闭关静修。这里呢，也是寺庙最好的修行之地。哇，这么多书，太棒了！我死也读不完了。娘娘，您也喜欢读书？当然了，不是说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吗？娘娘，我扶您坐下。娘娘，请坐下吧。国师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个是我专门为你调制的丹药，请先服下。谢谢啊。搬过来。好，娘娘，那我现在给你医治，请你转过身去。娘娘，医治完毕。娘娘，娘娘，哦，娘娘，你的病情除了药物，还需要大量的阳气注入。每天傍晚是阳气最强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我会每天为你治疗，大约半个月吧。我想你的病就会好了。那好，娘娘，您先休息。哎，不是都说过了吗？别叫我娘娘，叫我峰峰或者妙莲都行。阿弥陀佛。谢谢国师。太舒服了。娘娘，你的病又好了。娘娘，不是这样绣的。哎呀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无聊死了。要是能上网就好了。上网？你要捕鱼啊？怪不得你们古代的女孩都会绣花，原来整天没事干，闲得蛋疼。蛋疼？这么好的天气，蛋疼？要是能自驾游就好了。再把家业带上。我昨天晚上做梦，梦到家业了。我梦见他不是和尚，我还跟他……娘娘，陈昭义来了。
娘娘，我们躲躲吧。走。娘娘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妹妹，你在这儿住的可好啊？别提了，特别好。那就好。给陈昭仪请安。姐姐，我这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就不给你叩拜了啊！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，还跑那么远来看我，哎呀，感动死我了！我这不是惦记你吗？你离开皇宫这几天啊，我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给你送宝贝来的。哎呀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什么礼呀？这是一颗1000年的人参，兴许它能救你的命。1000年的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皇宫里的东西你还怀疑啊？哎呀，那可不敢。妹妹，你这刚才又说了那么多风言风语，我看你这病啊还是没有好。这样吧，过2天我跟皇上说几句好话，接你回宫，咱们俩还是好姐妹。回宫就不用了吧？皇上不是都有8美人了吗？早就把我给忘了。倒是姐姐，你可要保重啊！后宫有3000佳丽呢，个个都貌美如花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啊，妹妹，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你不进去坐会儿了？那你慢走啊，我不送你了，拜。大家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啊？娘娘，真是人参哎，只怕真的有1000年呢。还真不是姜啊！哎，娘娘你轻点儿。居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难道良心发现了？娘娘，反正你的病又不好，这人参又不得有假，我们就试试吧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哼。娘娘。娘娘，这可是1000年的人参。1000年的人参，我可不能浪费了。干！娘娘好棒！娘娘的病啊，很快就会好了。起来活动一下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你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娘娘，吐血了，娘娘，娘娘，丫的，陈昭仪害我！娘娘，娘娘，你挺住啊，娘娘。等我死了以后，财产都归你。娘娘，你不要说瞎话呀！娘娘，奴婢去找人，找三王爷。他哪肯搭理我呀？没想到我来古代的命运这么惨。娘娘，我死了是不是就能回家了？就能见到猪猪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啊？来人呐！有没有人救救我们家娘娘？
阿弥陀佛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醒了。娘娘，是你救了我。你的病情很严重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你只是服用了人参，加剧了病情而已。千年的人参不是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吗？人参虽好，可是却不能给重病体弱虚寒之人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我查看了你服用的那支人参，还是400-500年的佳品，对你的病情危害更大了。而且，没有什么药是可以起死回生的。谢谢你，迦叶，是你让我起死回生的。阿弥陀佛。娘娘，那我还有救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医治好的。娘娘，您先躺下休息一会儿。娘娘，都这么久了，皇上一次都没有提及冯昭仪，现在你该放心了吧？我哪放得下心啊？走了一个冯昭仪，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有什么周昭仪、王昭仪的。皇上年过而立，一直没有立皇后。如今宫中嫔妃里，除了主子您，有谁还足以母仪天下呀？巴尔沁是波斯女子，皇上再宠爱她，那也没用。自来没有立外族女子为皇后的道理。你说的是没错，可我不知怎么着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哎呦，主子，您何必担忧？您即将临盆，生个龙子，皇后的位置就是您的了。我倒是想生个龙子，可万一要是生个龙女怎么办？这不行，只要冯妙莲还活着，终究是个心腹大患。娘娘，您说该怎么办？娘娘，你看，娘娘，气色好多了。迦叶国师果然厉害，多亏了迦叶，要不是他，我早死了。呸呸呸！什么死不死的，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迦叶国师救活了您，您就该好好珍惜。哼，娘娘，我给你包的药还在炉子上呢，那你快去啊！哎呀，那我先去了。
么总是想着他呢？一想到他，我的小心脏就砰砰砰啊！什么情况啊？黑衣人啊，帅啊，会拿刀，想整死我呀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要色没有，要命一条。来吧，我什么功夫都会啊！李小龙，哈！因为我还有暗器，biu！胸口碎大石啊！飞毛腿，嘿呀，嘿，请选择哪一个？谁？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佛家弟子是不会杀生的。方才点你们的穴道，12个时辰以后会自动解开。你们走吧。撤！嘉义，你为什么会出家呀？哦，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寺庙里度过的。你多大了25。我22。你长得真好看。肉身不过是一具皮囊，没有美丑之分。那你就从来都没有爱恨情仇？人生没有爱恨嗔痴，才不会滋生心魔。我就不一样，谁要是伤害我呀，我就记他一辈子。那是你自身的心魔，只有去除心魔，生命才会得到安宁。我觉得去除心魔，只有是报复了伤害我的人以后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宽恕，宽恕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的敌人。敌人也要宽恕啊？那还是别去除心魔了。如果大家都以宽恕来对待敌人，那全世界得多多少坏人啊！对待敌人就得以暴制暴。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别太认真啊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离开皇宫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我倒是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儿。天哪，我到底积什么德了？居然能碰到这么好的男人，不顾性命的去救我！啊，老天啊，你让我穿越，是因为他吗？
见女人。你来干嘛？我没被人杀死，你很失望是吗？你这个蠢女人，蠢男人！你离那个家业远一点，他就是个妖僧，他用自己的鲜血灌溉花朵，诡异的很。人家用血用尿用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牛宝宝，你快滚吧！我每次见到你都要倒霉，翻滚吧，牛宝宝！你。来人呐！娘娘，你说这次是谁要害你啊？除了陈妙之，还会有谁啊？不过我也想过是不是皇上。可是你想啊，皇上都已经把我贬在这儿了，我就算是孙猴子，我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啊！我知道了。哎，娘娘，您歇下，我呢，再去跟菩萨多磕几个头，让他保佑您早日回宫，早日再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这样就没事了。啊，求你了，你还是保佑我在这儿当尼姑吧。娘娘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柳儿，你说国师和皇上有什么不一样？国师怎么能跟皇上比呢？皇帝陛下那是95之尊。不过娘娘，你非要让国师跟皇上比的话，国师比皇上长得好看。算你还有点审美。哎，娘娘，那你说说皇上跟国师有什么区别啊？星座你懂吗？哎呀，就跟生肖差不多了。皇上肯定是天蝎座的，他冲动、暴躁、占有欲和嫉妒心都极强。娘娘，他后宫都3000佳丽了，他见到美女还跟小公狗似的。家业就不一样，他肯定是处女座的，他做事认真、专注，又善良又单纯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我一看见他，我就觉得浑身舒服。娘娘，国师是男的，怎么可能是处女呢？我跟古代人没事聊什么天儿啊？走吧。娘娘，妙莲，我们当初是多么的心有灵犀。正是在这里，朕曾向你许诺一统天下后，封你为朕的皇后，共同坐拥江山。可是为何你生病之后，却变得连朕都不认识了？妙莲，你还会与朕一起站在这里吗？我怎么会跟和尚接吻呢？家业，啊，家业！
进来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就是刚才做了个噩梦，所以过来看看你。佳叶，我刚才看见你，怎么用血来浇花啊？请坐吧。那个叫长生花，必须用血液浇灌才能够开花。给你服用的药就是用长生花的汁液炼成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喝的都是你的血？你疼不疼啊？佳叶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啊？佳叶，我能跟你说一个秘密吗？说吧。其实，我是一个来自1000多年以后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你们这个朝代了。他们都误认为我是冯昭仪。那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是冯峰，我跟冯昭仪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了，他们在一次意外中身亡了。但是我还是很想回到那个我的世界中。那我有什么能够帮上你的吗？我如果要回家，就要先找到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，那儿才有回家的路。莲花山大天坑？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一个女子是怎么去到那儿的？我以前一个人经常背包旅行的，我还是渐走渐降呢，一天走个180里的，应该没有问题。行，我会想办法帮你的。你先回去早点休息吧。那你可要好好疗伤啊。疯了，我肯定是疯了，我怎么会喜欢上家业呢？那可是和尚啊！天哪，啊，我的小心脏啊！柳儿，娘娘，您去哪儿了？我去禅房看书啊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娘娘，陈昭仪生了，是个男孩，而且晋升皇后了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娘娘，您听到这个消息怎么不难过啊？我为什么要难过啊？我可没有功夫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。哎，柳儿，你帮我去做解阳素斋去吧。记住，要用真正的鸡鸭鱼肉来做，做成素斋的样子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傻呀！这是寺院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吃荤啊。哦。来，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又劳了。家业，六根清净，众生平等。男人就是女人，女人就是男人，色即是空哦。味道真不错，比我以前吃过的斋饭都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我正愁怎么感谢你呢。
以后我天天给你送饭。我看这个就不用了吧，每天都会有人定时给我送斋饭的，就不劳烦你了。不劳烦，不劳烦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天天给你做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会离开寺院一段时间。离开寺院？皇宫里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办，你的身体已经无妨，就是多注意静养，另外就是要注意冷暖。行了，快吃饭吧。我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快下雨了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八昭仪已经故去多日，您节哀顺变，身子要紧呐。想起八昭仪的一颦一笑，朕心如刀绞啊！哎呀，皇上，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。这个道理，朕岂会不知？朕只是心情不好，散散心而已。哎，冯昭仪怎么样了？啊，回皇上，娘娘身子已经痊愈了。已经痊愈了？啊，太好了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传她过来拜见皇上？不用，朕亲自去看。嘿，娘娘，你可找死我了！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饿了。去啊！妙丽，朕来看你了。你的病已经好了，谁的医术这么高明啊？是迦叶大师。迦叶，朕以为他只是会点法术，没想到他还懂医术。也许，他恰恰只会治我这种病而已。妙莲，你生病这段日子，朕甚是牵挂。既然你身子已经痊愈了，明日就回宫吧，朕会好好补偿你的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不想再回宫了。朝阳宫现在空着，就等你回去呢。你已经有那么多美人陪着你了，
一步少我一个。更何况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宫了。爱妃啊，你是不是还在责怪朕啊？朕会好好对你，绝对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的。你会怎么好好对我？让我当皇后吗？我可不想当你的小老婆，被皇后和八美人之类的欺负。你不要仗着朕对你的宠爱，就一再的逞口舌之力。怎么，你又要打我，还是杀我，还是把我关进冷宫？这不就是你的宠爱吗？朕现在让你回去。我不是冯昭仪，我不回去。你不是冯昭仪是谁啊？备车，接冯昭仪回宫。冯妙莲，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还是回来了。我们之间的战争从来都没有结束。娘娘，恭迎娘娘回宫。娘娘，我们终于回到这儿了。哎，之前住在这儿的八昭仪呢？娘娘，八昭仪刚住进朝阳宫不久，陈昭仪说朝阳宫是不洁之地，还请了一个法师驱邪。八昭仪身染恶疾，没多久就病故了。恭喜皇后，又成功的干掉了个情敌。娘娘，走吧。娘娘，这话万万说不得。冯昭仪回来以后，情况如何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特命上宝寺制就金宝，赐给了冯昭仪，使她享受同皇后一样的待遇。另外，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，甚至超过皇后的喜寿带。什么？哦，还有寿带上还镶嵌着12颗猫眼石，价值连城。同时，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雕琢后的玉佩，说是当年的和氏璧，具有驱邪镇定的功效。好了，我贵为皇后，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。好啊，你个左昭仪！哼！妙莲，记得吗？2年前，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。这天下经过2代人的努力，总算是国泰民安了。这些年啊，朕见过的美女无数，但只有在你面前，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，说说心里话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啊！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，朕给你点上了。好热。热吗？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。放开我！大半夜的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喜欢。
醒了。你对我做了些什么？混蛋，无耻淫贼！你是朕的昭仪，朕怎么无耻了？你用迷香害我，毁我清白。这不是迷香，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。谁喜欢了？我才不喜欢呢！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。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？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反正我不是冯昭仪。这是妙莲的记号，你就是朕的冯昭仪。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？妙莲，朕答应过你，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好不好？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，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。什么左昭仪右昭仪的，我才不稀罕呢！我想回家。恭送皇上。皇上最近都在哪儿肃亲啊？哦，回皇后娘娘，皇上自巡游回宫后，每晚都留宿在朝阳宫。这个贱人，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，还天天的端着架子，让我这个做皇后的还怎么统帅后宫？哦，皇后娘娘说的是，那冯昭仪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，现如今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宠爱，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一个昭仪，竟敢用狐媚手段日日魅惑君王，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，扰乱后宫，罪该万死！哎，皇后娘娘息怒，皇后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奴才倒是有个想法。说，娘娘，后天皇上带着百官要去东郊狩猎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娘娘，您想啊，皇上这一去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郭公公，不枉本宫平日里疼你。哎呦，多谢娘娘。该怎么做，奴才心里明白。奴才这就去办。娘娘，哎呀，娘娘，你何必呢？家叶国师来了。啊！妙莲，妙莲，妙莲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皇上欺负你了？家叶，我好想离开这儿。我讨厌皇宫，讨厌皇帝，我讨厌他们把我当成冯昭仪。这里让我感到害怕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妙莲，你跟我说的莲花山打天坑的事儿，我查了，历史上确实有皇帝在此失踪，还有很多人在此地神秘失踪。也就是说，你相信我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。娘
娘，今天天气还真是好呢，您的气色也越来越好了。娘娘慢点儿。哎，娘娘，是皇后那边的人。不理他，我们走。娘娘，呀，郭公公啊，您今儿可真漂亮。皇后娘娘命你立刻去觐见。我没心情。娘娘，她拿的是皇后的金牌，您若不去，恐怕会被杖责。那就去看看吧。我倒是要看看皇后会耍什么威风。请吧。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、献媚妖丑、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皇后娘娘，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！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，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